大齋期默想系列第16天，3月22日。題目：那等候耶和華的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以賽亞書第40章第31節。陷入無法扭轉嘅困境，面對茫然無措，我哋能夠點樣自處呢？而家我諗起先知以賽亞嘅的話：雅各啊，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？意思即係話，我嘅道路耶和華看不見。以色列啊，你為何言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？以賽亞書第40章第27節。果時，猶太人正值國破家亡之際，心中嘅苦澀無法訴說，猶如哀嘆蒼天無語。先知以賽亞直指上主嘅屬性與應許，試圖安撫國民嘅困惑與失落。疲乏的，他賜能力；軟弱的，他加力量。以賽亞書第40章第29節。上主豈非曾應許，你出你入，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詩篇第121篇第8節。然而，如今嘅現狀卻係殘破不堪，聖殿被毀，眾人茫然無助。此情此景，先知鄭重揭示重拾光輝嘅關鍵，即在於等候耶和華。等候就係秘訣，但究竟何為等候？佢嘅本意並非呆在一旁，咩都唔做。呢個詞喺原文中蘊含兩層意義，就係結連與期盼。結連係將心緊緊與上主糾纏在一起。期盼係目標明確嘅凝望，力量嘅泉源正係喺咁樣嘅連結之中，帶着熱切嘅心仰望之下而獲取嘅。前者係祈禱嘅操練，後者係仰望嘅凝聚。當我哋咁樣做，就能吸取源源不絕嘅力量，唔單單行走自如，更能如鷹翱翔於天。如鷹展翅上騰中嘅上騰，原文中有生長或長出嘅含義，因此可以理解為如鷹一樣長出新羽毛。喺猶太傳統中，有一個講法係，鷹每10年便會飛至高空，任由太陽灼燒全身羽毛至脫落，隨後潛入海中，最後以全身羽毛從海中浮起。詩篇豈唔係正正有咁樣嘅描寫嗎？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。詩篇第103篇第5節。雖此傳說真偽難辨，但其寓意明確，神係力量嘅泉源。仰望神，與佢緊密結連，便可重新得力，永不枯竭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等候嘅本質不在於消極等待，而係結連與期盼。結連係透過恆常嘅禱告，讓我哋嘅心靈與上主緊緊相扣。期盼就係目標清晰嘅仰望。第二，我哋應該喺何時等候神呢？當我哋面對嗰啲超越自身能力嘅挑戰，便需要以禱告與主結合，心懷渴望去領受佢嘅力量。你有冇曾經有過咁樣嘅等候經歷呢？第三，而家你心中有咩渴望，深切盼望達成但卻超越自己嘅能力呢？將呢個心願呈獻於主前，向佢訴說，聆聽佢嘅回應，亦靜靜地體會一下因等候而帶來嘅內在變化。